現代人嘅生活結束咗一日嘅工作忙碌，家自然成為咗我哋精神寄託嘅地方。五洲東方墅將家建喺山同水之間，呢個項目位於珠海斗門珠峰大道嘅南側，鄰近斗門區嘅新行政中心。北面就係尖峰山公園，南面就係黃楊河。近1000畝嘅省級濕地公園，背山面水，生態環境優美，的確係一處風水寶地。咁香港嘅朋友仔如果想過嚟呢邊嘅話，其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喺香港經港珠澳大橋揸車過到嚟珠海，再轉呢個紅鶴大橋嘅西延線，全程都係30分鐘左右就可以嚟到我哋呢個樓盤啦。五洲東方墅佔地嘅面積23萬平方米，建築面積約50萬平方米，有18棟嘅高層單位同埋83棟嘅別墅，整體嘅佈局採取咗圍合式嘅設計，高層嘅洋房圍繞住別墅區，保證咗業主嘅居住私密性同埋舒適度。咁別墅嘅面積段就以1700尺到2200尺為主嘅。咁我哋而家就上去參觀一下上疊嘅示範單位。約1800尺嘅空間，客廳連接住餐台，做咗一個中空嘅設計。隔離就係廚房嘅位置。行出陽台，享受住超闊嘅景觀視野，直望小區嘅泳池。落樓就可以享受住清涼嘅夏日。1樓嘅長輩房可以設計成書房或者麻雀房都得，隔離仲有一個公共衛生間。2樓嘅雙床房其實係主人房，自己可以設計返可以放一張床，咁樣空間就會更加大啦。對面就係兒童套房，空間相對嚟講都夠用嘅。3樓仲會有一間多功能房，如果3房夠用嘅話，其實3樓全部可以做一個天台，咁可以喺度設計返個溫泉啦，同埋 BBQ 嘅。隔離仲會有一個小陽台，少不了嘅就係陽光同清風，享受同生活。仲有負1層嘅雜物室同送俾你嘅車位。咁而家就帶大家睇完呢個上疊嘅戶型啦。如果帶裝修嚟計呢套單位大概總價就430萬人仔左右嘅。咁呢邊仲可以選擇清水樓，清水樓嘅話總價大概係去到330萬左右啦。咁樣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中意嘅風格去設計翻啦。咁由於下疊嘅戶型已經係賣晒㗎啦，所以喺呢度就冇呈現俾大家睇。想要更多資訊記得 WhatsApp 翻我咯喎。買樓揾阿星，唔會懵成成。